大甲馬正鄉的活動是鬧熱滾滾，鄉頂卡人是吵。不過昨昏半暝，馬祖的神轎去到彰化，接駕的民眾大概是唔少讓起卡動手，造成3個警察受傷，而且甲2個現場惹事的嫌犯上班。嘛，呼籲民眾都要較冷靜咧，對馬祖進香是歡喜心的代誌，唔通閣起冤家。幾個月前，柑仔這3個查甫人，敢若是為了要接轎，佇自強羅富郡甲維持秩序的警方發生屠殺的衝突，出手拍人，混亂中有警察受傷倒佇咧塗骹。台中大甲鎮瀾宮繞境進香活動，馬祖亂甲18項進入彰化市區，連續3年無暴力事件的記錄破功。因為形成的5家衝突事件影響，馬祖亂甲佇警方安排40位有6刀加大軍刀專長的教官做機動應變隊護駕。19透早1點45順利通過衝突一級戰區的民生地下道，是2年來上晚的記錄。結果都行出地下道，又有人因為屠殺而相拍。2個查甫人互相指控對方拍人，好佳在是互警方粉開，衝突無擴大。廟方希望民眾冷靜，體諒警察的辛苦，要接轎、扛轎攏會使參詳，莫閣發生暴力事件。咱要來扛馬祖也好，你著參詳，大家攏扛會着，莫用我安尼，反正這幾個安尼舞落，大家大家一人2粒大，我嘛話要講。呼籲大家啦，不要這個事情不要再發生啦！彰化警方講，接轎的衝突造成3個警察受傷，其中彰化分局信消的警察隊長片骨斷去，當場用現行犯逮捕攻擊警察的姓陳的查甫人等2個鬧事的人。佇姓陳的查甫人身軀頂查到毒品、咖啡包加氣粉，檢警全面調監視器，擴大追查涉案的人。那必要的時候這個同仁授權同仁用強制力要來確實來排除。警政署強調，已經通令台中、彰化、雲林、嘉義等繞境沿線警察機關強化安全維護機制，絕對無用盡暴力攻擊、挑戰公權力，會將這個姓陳的查甫人依照妨害公務、傷害、妨害秩序、加毒品等罪嫌移送法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